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捷运的南线，进前因为改换沙落这站的地点，卡关是卡真久，嘛将做这届大选攻防的议题。行政院昨尾暗通知台中市政府，讲这个南线的计划通过核定，全长24.78公里，为台中港一路横跨到大台中到中区，总共20个车站，占这个头前的8站采高计划。 后壁12站是地下车站，总经费超过7615亿，按算10年完工通车。台中捷运南线通过行政院审核确定要起啊，这为台中港开始经过大型的购物商场、甲病院要出名的景点。我们会尽快的跟中央来确认相关的讯息跟相关的计划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会进行庞大的作业。 罗秀燕讲，昨尾暗收到行政院消息，随公布南线捷运的设计，总长是24.7公里，第1站到第8站用高架车站差不多10公里，第9站到20站是设计地下车站，长差不多14公里半，20站的车站总经费1615亿，估计10年会当完工通车，各站边的土地征收要淡薄问题。 那18处联合开发区里面有7处，但是地主有表达可能暂时没有意愿加入联合开发，克服啦，也说服。这条南线因为变动沙落站的位卡真久，进前林家良的版本，沙落站甲火车站离265公尺，较近搬车方便。不过路线是直直处弯，土地征收较复杂。罗秀燕沿用吴志强的版本，捷运站甲火车站离450公尺，选择直行台湾大道。 东向过港新设德林国小站，不过要加开600多亿，最后行政院核定罗秀燕的版本。绿线也差不多10年，城市的进步本来就是要等比较长的时间。有通过开始做，总比没开始还比较好。起这条捷运南线，估计要等10年，不过不少乡亲认为，虽然久，嘛是爱做。对着捷运南线，依然是充满期待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